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农业的生产技术同品质，一切係台灣人感覺過公用嘅，喺全世界也應該是得講，但唔落天意看沒有。我講中正經過硬門，實忙做也無天錯得得到合理嘅利潤，還愛卡咩樣稀稀落落嘅市場價值。為做到突破困境，許多農民發揮創意，同農產品種啊韓國多樣。一個多樣唔單止係種類嘅多樣，還有色嘅多樣。有農民嘅토마토有41種品種，16種色，cam山椒也有8種色，還有5種色嘅胡蘿蔔咧。也有農民睇研發彩色雞卵，唔單止提升農產品嘅價值，台灣農業也韓國豐富嘅。錄帶大家來看下，有哪啲個奇妙嘅彩色農產品。這個是買到賺到哦。我只是想說，看起來蠻新奇的而已。沒有看過，就是因為沒看過，覺得很吸引人。來看看咯，都可以參考看看，就是彩虹番茄。就是看起來就很新奇，然後這樣子就會視覺影響味覺吧，就想去吃吧。想來要出乜嘅新嘅東西，也得頭一擺來老了經營下，都看到蠻見聽咯。那這個是甜椒番茄哈，可以看這個甜椒番茄很特別哈，這個是番茄還是甜椒？啊，這是番茄啦，不是甜椒啦哈。很多客人說，哇，老闆你好厲害哦，那個裡面的番茄樹都長甜椒出來的，啊，所以很多人回去哦，不小心吃番茄咬到甜椒，吃甜椒咬到番茄。啲頭前攞到good見少嘅切價中嘅農產品嘅條價，係人工係토마토王子嘅彭金玉，見中嘅토마토有大粒、細粒、長嘅、短嘅，各種色都有。但像係品種就有41種，有16色。大概嚟到亞經營下，看到就從盲色見怪用嘅。26年前，彭金玉嘅農場搶種2種品種天天。現正漸漸會面對家私稀稀落落嘅風險，故所決定會將傳統生產嘅方式改做觀光休閒。假使種토마토種嘅品種無咁多，不過大部分都係出市場啊多。哦，當然假使想到當然種咁多嘅토마토當然咁多貨出，當然咧兩支樹嗬，一辦토마토辦到樹嘅什麼團體種，也緊急嘅動通啦嗬。當然假使唔咩辦法咯，當然假使開始有隻想法啦，是想辦法來轉型做觀光休閒嘅，本然後就自家摘토마토為轉型觀光休閒，農場就提出要有特色嘅產業。彭金用同從事銀行嘅翻譯，想辦法銀行為乜嘅就種乜嘅比，故所佢開始種各種各樣嘅彩色토마토。我睇人然後當成之後，有人愛鮮硬，有人愛鮮軟，有人愛酸，有人愛太，有人愛磨甜。哦，當然我是做觀光休閒行，我認為啦嗬，然後來了位是喺印度曬然後，我開始有隻想法，我是講，然後講乜嘅토마토，我是嚟想辦法種本意識。下大雨啊！很快到嚟位冇嚟嘅地方，看看接馬去，其實跌下來的。哦，就非常好採。聽聽彭金勇去到溫室栽培農場度看看啊，前看啊有哪條盲色見怪嘅品種，仲係也赤龍嘅荷蘭奇異果토마토，還有也看起來仲係檸檬用嘅토마토，還有也是動奇美嘅黃金토마토，為到為滿足各種人客嘅需求。彭金勇係花嘅一段時間，去到各國收韓國傳染來種，就算佢見種嘅有22年咧，當然還係見始終冇用用嘅品種。所以講，我哋農場地方一定要當然要開發，要進口新嘅品種來試種。試種到台灣上下佢當然又當唔掉，天冷又生唔好。所以講到台灣最起碼要成4年差唔多5個月，4年5個月，就토마토大千好些，產量千高，一唔可以有乜嘅毛病，盲人人做得真正來發展。為種對各國類嘅品種，彭金勇和荷蘭用藍莓離開天然嘅種植方式，白皮同淋水，咪係一啲啲嘅天天嘅掉落下嘅方式。
當日都會揾來雷公帶偏重開。古數目強用品種嘅種植方式同溫度控制，未花太幾一度嘅時間。特隻品種嘅溫度無買控種，因到是想辦法管理嘅時陣來分開來。你強人嘅吼，因係種到料嘅動昂去，冇種到料嘅順頭。較唔強人嘅是種到料嘅順頭去。硬是較唔會講人嘅時候要生唔好嘅。做提各種各樣嘅토마토彭金用地16年前未陸續傳入有不種色嘅甜蔗味。台灣嘅甜蔗嚟講，所以講伊價錢蠻好，第二就價錢蠻好。第二就係講冇比市面上當嚴重，價錢是當唔好嘛。所以講大家是考慮種入荷蘭嘅甜蔗時，第二就台灣冇人種入咗甜蔗。黃色冇人種開始因台灣油全部係用進口過來。傳入菜色甜蔗味過後，彭金勇希望青島人同小朋友都唔好食甜蔗味嘅觀念會有改變。佢所開發出批定土雞所各種嘅甜蔗是內食法，端正東東人就按呢接受嘅。特別甜，然後特別脆，比較不會有那種青椒那種很奇怪的味道，不會，還蠻順口的啦，還蠻新鮮的啦。然後會覺得比較小朋友會很好奇，可能會想嘗試。吃起來很脆啊，還有好像口齒還會留着那種做不出來的味道。看這個顏色就很喜歡了，不要說再吃下去，你只看顏色那個視覺你就感覺到就很想去咬它一口。強用大棚菜色農產品嘅創意開發，傳統嘅育雞場未有會改變，也係結合觀光同教育功能嘅生態農場。每一個的雞都不大一樣。我叫來，來，吃飯了，快點，來啦！每一隻雞都不一樣，是生彩色蛋的。趕快，要跑的，趕快！古地育雞場拿定飼料為雞嘅足嘅研發出彩色雞卵嘅調價才貴肥。16年前，佢還去做珠寶生意。因正阿爸就會退休嘅，都唔盼得雞場會忙於來接，故所集體轉到家鄉。我開始接的頭2年，我一樣做珠寶。那農場是請員工來管理。那我發現到說，如果請員工管理，它的效率，那蛋都是被盤商來掌控。那我發現到它的利潤是非常的微薄。那我想說，是不是要把它停掉呢？或是要來做這個轉型？因為唯有轉型才能夠讓我們的單價能夠提升。我用嘅雞卵真唔會買無價喏，才貴肥嘅天對改變卵後嘅色來做。我想說，如何要讓這個蛋呢可以講故事？那我是做珠寶的，我想說，這個蛋是不是可以變成2個顏色、5個顏色、10個顏色？所以我開始在實驗各種不同的嘗試，包括不同的配種，讓我們就是這樣持續做了超過9年，才讓我們目前的雞蛋可以到快要70個顏色。唔過愛改變卵後嘅色，唔係愛改變飼料，係愛對雞嘅品種來做改變。故所採貴肥就設計學習用嘅品種。透過雞嘅體內嘅酵素作用，將血毒紅嘅血紅素來改變。韓國愛改由5胎卵後嘅色將會改變。因正本錢價卡粗，卵就卡貴，故所條下馬將送絲賣唔到出去。開始的時候，我在推1斤150塊的蛋的時候，那時候的蛋1斤才13塊。那很多人認為說，人家1斤才13塊，你為什麼1斤可以賣到150塊？那我就叫他們來看，所以我就開始讓很多的客人，我第一次會把我生產的蛋直接送到客人的手上。如果不是很遠的話，在附近的縣市我都親自送去，我會讓他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理念。對採貴肥來講，產品唔但搶看起來會上癮，其注重嘅係愛人下食到紅健又安全、口感好嘅雞卵。故所其用嘅雞翼都唔注抗生素，唔用生長激素同其他嘅藥物。
含批得有機嘅飼料、高素、綠藻腐葉豆，含打造舒適嘅環境，好本嘅過程，無用田，做地生能源，又減少碳排放。这个雞舍最大的不一樣，是因為它的北面是個拱形的幅度，那最前面是個斜板，那斜板的部分有2個，一個是透明的，一個是不透明的。借助透明跟不透明，跟一個直接陽光可以照進來的地方去構成3個氣候帶。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如果雞怕冷的時候，它可以去熱帶；它怕熱的時候可以來寒帶。所以這個雞在這個環境裡面是很好的享受。看那也一點一點從布上用嘅彩色結論望佢講，蔡貴妃唔但將成功培育出品質按暫到嘅彩色結論，還進一步發展出相關嘅價值，對生產、教育、觀光一步步推展，還將結論做出各種各樣嘅加工品，還同生技公司合作開發出保養品，行出結論產業嘅另外一條路。最重要是這樣去跟市場區隔的。那他到最後才知道說，原來農產品都需要怎麼樣，有故事性跟知識性。那這個之外呢，還要有市場性、跟獨特性、跟稀有性。這是很重要的。你農漁畜牧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改變，讓你的產業可以不只只有把農產品生產出來，它可以做成加工品，它可以銷到很遠的地方，而不是只有在地消費而已。我是特別來買的，就只有這個地方有。而且它的蛋吃起來不一樣，彈性很好，而且就是一般我所吃過的蛋裡面是沒有的那種感覺。我現在吃這個蛋，我在吃外面的蛋，我不喜歡的，就很彩色的那個顏色跟那個其他的蛋都完全都不一樣，市面上看不到，小朋友也很喜歡。蔡貴妃改變了一般人對雞場嘅觀念，未取得多元化嘅發展。以下嘅彩色農產品唔但搶起農民自家生產、自家賣，當然土馬頭層層嘅建築。雲林董事長嘅果菜生產合作社係全國認證3大產地其中一個，產品未外銷去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亞洲地區，以下未成功培育出5種色嘅認證，希望在地嘅農民從行卡上前。因為一般如果說大家知道蔬菜的部分，它都很容易因為豐收，然後或是欠收，然後造成一個價格的很大的波動。那我們就是希望，就是借由引進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品種，然後因為它量沒有那麼大，所以它市場的波動的情況就不會那麼大，然後也讓消費者，就是讓我們的農民，他可以有比較多的選擇。在地嘅農民同合作社花喺2-3年嚟之中，雖然已經有好賣嘢，不過未發現到種出嚟嘅品質未冇共用，也係行為克服嘅。彩色胡蘿蔔，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野性的一個品種，它等於它還沒有真正有人在一個做量產的部分，那所以它生長出來，它就有變成說，它的形狀或是它的表皮。你在同樣的地種植之下，它就沒有辦法那麼光滑，或是過長，那我們整個要剔除的東西就會很多，會有遇到這些問題。認證認證有一種同特別嘅秘師，同當然唔敢說，嗰種合作社陸續開發彩色認證、果汁同各種，希望行卡當然會接受。目前我們彩色胡蘿蔔推出以後，那大家對我們的記憶度會比較好。那相對的，就是影響到我們外面，不管是在一般的量販市場，或是在一般的超市，那曝光度都會比較好。那大家就會比較知道說有這個產品。產量的提升的話，大概有將近3成的部分。面對世界上按多嘅競爭同合理嘅生產方式，農民唔但將會追求行較好嘅品質，還會發揮創意來突破。想辦法來響應下，將會有成功，未創造出台灣農產嘅傳奇。